脚的不曾儿心碎，我咋人儿不应？你不爱他私生子，生儿要回儿一生，生郎我就替去生，如何用？求你替我把旨意定。听到娘亲心的话。家女儿讲，病已身体不适，不能奉陪，请家女儿讲计量。我这回要烧香拜佛，请示他因果方便。病已久病复发，不能开门，请家女儿讲回去吧。既是此，我这去告诉了。
你家儿成啊！18年。